轻轻地让西藏住进你的耳朵。此时此刻，不管你身在何处，西藏就在你的身边。听见西藏，西藏，西藏。今天是12月7号，藏历10月25，也是农历10月25。藏地迎来了1年1度规模盛大的燃灯日。燃灯日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每年藏历10月25，农历10月25，卫藏、安多以及康巴地区的学域儿女都会在各大寺院和自家的佛堂窗台点燃供灯。600多年前的今夜，离天最近的西藏甘丹寺，63岁的宗喀巴大师圆满善逝。此刻，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到1419年那个让人感到焦灼不安的藏历10月。1419年寒冬，宗喀巴大师把救度众生的事业圆满完成之后，于10月19日回到甘丹寺自己的寝宫当中。他安坐之后静思道：如今该做的事情已经告罄，我心得到究竟安稳也。为了令众生对无常有所体悟，大师于当天午夜实现轻微病容。次日早晨，所有僧众唯恐失去法主，急忙诵经做法事，祈祷大师主事。下午，大师告诉大众，他全身稍有疼痛，翌日中午又出现昏迷状态，众弟子一直勤修祝福佛事。第3天晚上，大师对下巴人谦谦赞说：今后你要和克珠姐好好主持寺院。10月23日，持律师扎巴坚赞和贾察杰达玛仁钦来到大师床前守护。贾察杰请求道：上师请对我等示语。大师说：关于教法如何护持魂传之事，之前已做过明示，现在没有必要重复。说罢，将自己的黄色通人冠放到贾察杰怀中，并授给他一件法衣，意思是要他继承法位，即法王冠顶。大师还说：你应当明白此事的密意，好好修菩提心。这便是大师一生中最后的教授。从此以后，大师之病逐渐显露，但即使是最严重的时刻，也仍然修4座瑜伽法而不间断。他还为圣乐金刚轮做了一次供养。10月24日下午，大师自己穿好3法衣之后，于法殿上结金刚加趺坐，端正身躯，双手做入定印。后半夜虽出现种种预兆，但侍奉的弟子唯恐惊动大师，都未敢请问。10月25日黎明时分，星光欲隐，东方鱼肚色显出。朝阳初露山头之时，大师遂入大定。3界法王人天导师在甘丹寺自己的寝宫当中实现涅槃相，圆满善逝。据说大师圆寂前，身体现出圆满相，称为内外通明之光明幻体，面如满月，容光焕发，全身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皱纹，犹如12岁童子文殊之身相。大
大师住光明顶时，天空异常沉静，丝毫没有一点云翳。圆寂49天中也是无微风飘摇，因此大众所供的酥油灯虽然充满雪域整个寺院内外，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灯焰轻动或熄灭之事。每当夜阑人静时，空中时常传来微妙悦耳的天乐声。五彩缤纷的花朵频频由空中散落，纷飞如雨。寺院上方出现洁白色的光柱，寺院周围祥云聚集，布满五色霞光，蔚为壮观。宗喀巴大师圆寂之后，一些亲支弟子因失去护主而痛哭流涕，从而荒废了文思修。可珠杰立即纠正说，我们应该遵大师之教诲，远舍世间习俗，随顺佛陀教法。遇到生死无常之时，应深深不为厌患，一心心求出离，历历勤修教正阿法，圆满大师的宏愿，这才是对大师最大的供养。空中飘落各种颜色的宝花，花色如珍珠，晶莹剔透，花分6瓣，花梗俱全。10月25日正是大师圆寂1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空中不断飘落更大更多的宝花，以白色为主，花落到地上犹如12月的瑞雪。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凡西藏、青海、甘南、康区、云南迪庆，直到内蒙古及内地，凡是格鲁派大小寺院，每年10月25日这天都会点燃上百盏、上千盏，甚至上万盏的酥油灯及贡品，纪念供养。这个纪念法会就是日后人们为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的燃灯日。值此殊胜之日，愿大家都能点亮一盏酥油灯，因为宗师是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化身。愿这一盏盏清净无染的酥油灯，点燃众生内心的智慧，自在欢喜。这里是扎西罗杰为你带来的藏族人文主题网络电台大话西藏。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2罗生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吐蕃顽童找到我。感谢收听，下期再见。真正